甲前无共款，正无无共款。咱即阵有人讲啊，食头路啊，你带吹冷气，啊，直手啊咧摇咧，啊，吹到感冒倒食感冒药，人心绪搁遐济。有诶是日头中，日头讲不讲拢做，啊，到规身躯乌索索，流汗流到臭酸大鼻转来，嘛共款讲做。较成就是讲咱地球人。 真心不灭当下，梦想本我物件，咱毋是去求，毋是去贪，咱无起一个贪心的心，无起一个执着的心。但是呢，这个物件、角色的物件，是个伫修行个人内面，咱每一人所具有的这种本能，这个本觉。但是咱本觉一时遗失啊，真心呢，当然是。 就这边，哦，角色不同，正无共款。咱的本觉已经是，咱原有具有本来一个因觉，本来伫咱自身中就无袂记的，就无去放弃的啦。但是咱已经放弃啊。啊，所以伫这角色不同的时阵，咱正无共款。所以因此呢，咱看世间的众生，畜生啊，为什么会成为畜生？咱为什么做人？ 但是你人为什么他做菩萨？思想有问题。所以咱人个这灵性若无了解、觉了清醒的吼，咱的思想会下沉，会下沉嘛。所以众生都成为物件叫思想低级。 伊思想变低级，愈降愈低，降到愈低时，就变成好人目三百人声，性命愈短，伊做浮游啊，你一讲性命。啊，这拢是因为咱人的思想上无共款，观念上无共款，也就是咱的角色无共款。所以角色无共款，伊所成就出来个性无共款，当然到进步就是共款。所以咱还佫有半迷半觉啦，众生咱人吼，人袂讲有即两项，佫有阴阳，啊有半迷半觉，啊算是人。 无，看出来。六有六分，哦，比如这是这边是角，这边是五啊，啊这边是白。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啊。那你无分无歹，还佫有做人。六有六分五，四分白，那么这个天平。 啊，若有7分5、3分2咧，小可尔，这无嘛还佫有落限去。啊，若有7分，啊，若有这一87分啊，8分9分，咱10分往返啦，嘛佫有吸收落来，安尼这离去。但是咱若讲落来，换这边有6分白，4分5，是啥物道？就是啊，伫曲线路轨恶道这内面啊。 所以，这思想上看咱人的定论，看你偌深偌浅，毋是咱天讲偌济偌济，天讲你讲到偌远的啊，毋是哦，是由咱人的心光、心光分战士，心光的层次，心光若愈光愈明，咱的战士愈悬，愈悬，身提升的时间愈空间愈悬啊。自然你讲这一届吼。 迄是由咱的心根内底强弱的赞助。如果人是心根破掉出来，咱所做行为拢是功德利益。咱功德用的世间，福报，你看你幸福偌济，你偌济啦，完全这物件拢无啦，这两项拢袂出来啦。就是讲，一个人做天公了完，做大人救人，做公敬功德利，但是内在一切破掉袂出来，变掉袂出来。那么这物件后世人功德。 功德谈不上什么正果啊，谈不上啊。修行细艺术就爱遐了悟，毋是大厝内面。细艺术咱了悟袂到，看袂到，爱伫这方面去咧探讨。啊，无道理，人人拢会晓听，啊无秘密，大家帮忙拢捌，册大家拢会晓读，但是无大家拢捌字啦。从遮结伙啦，咱遮老菩萨，你较早有嘛捌两字啊，嘛会一半也毋捌。 可咱遮拢博士啦，我讲博士啦，你搞到你才头咧，做博士，
中国人读中国书还要查字典呢，很奇怪。中国人学中国话，你搁查字典，你想按看研究看偌济才学会了，安是做忏悔，搁一个做法，做法。所以讲是啥？用发心，用咱的觉性，对咱心中甲引导出来，甲咱的心情有光，甲普照出去。你今仔普照外面，你的路咧看咧看外远啊。这拍电话来来调咧照尔，咱叫内面尔，当然咱看内面清楚楚啦。内面若心中有咧照，咱内面白面记忆，咱就袂迄个乌暗的物件，迄阵咱砍掉，咱内面清楚楚看啊，明明朗朗，咱会记迄袂。但是这拍电话大家笑1公里去，咱的路咧行好行1公里。这摆有讲若笑咱3000大千世界去吼，咱的路好行行到3000大千世界去。但是咱完全的光若显照袂出来，就是暗时啊，电迄种光像你个手的时啊，叫你行山路、行毛路，拢乌暗，你的心袂光，你就是逐工伫遐疑惑、恐惧、烦恼，嘛拄咧迄个。为什么？因根本显照袂出来，心袂在，无心中心袂在，叫做没有办法心安呐。理得，心袂安，你就是无得。当你有得，就是你有情。有种自然就有果，这是过程。慢慢安尼来修，慢慢来修，慢慢来培养。虽然讲我一时听，毋是一时开悟，但是呢，生生世世不变。这觉性毋茫去无去。咱的觉性本来拢这本来就是已经有啦，用这觉性本来因去一个这个时间呢，它见到迄究竟啊，到迄究竟圆满。哦，就是咱的觉性无共款的，当然的，咱的进步就办法。进步来讲，你依附着什么世界，你就生世界。我觉性若变到菩萨，我就生菩萨世界啦。我这种觉性若是变着是众生，我就生众生的世界啦。你觉性若变着是三恶道的，伫畜生道的迄个思想，你就走畜生道去啊。无人甲你转啊，毋是天控制，毋是阎罗来控制，是咱家己心控制，真正有影哦。所以讲，这是看平常时的战术。啊，这战术无人出头，你袂使讲我切你，你到底偌悬，还是咱你切做偌悬，咱无人切，迄种妄想以前。迄个内在心情物件是有了你平常心、平常性，有了外在，而且心跟好者。哦，这是咱老爷那个另外题目来讲啦，咱话重复啦，会讲会透。好，第3点。反心理性，反复心啊。我无足清，无足清的，我浅学啦，袂当甲你讲足清的，我也袂讲清啦。拢是伫遐文字上大家打算啦，所谓文字的地域，这方家己重要。哦，是咱个反复心理性。众生所有无通我哋生死破坏，也无通生活，无通见着，就是讲硬咱要小心反复的心，才理性。所以理性，就是讲要搁有咱一般众生心的一种思想作用啦，什么作用？咱心中都创造业色天气，这业色天气物件完全封闭的自性，甲咱打掉了，咱这个凡夫伊每一工就是用这作为生命主体、生命的主体。所以有人讲啊，这就是我的性啊，这是我的个性啊，这我安尼做的啦。有当时用家己个性，用我家己安看的吼。这拢是业色中所显出来一种的心。那这个业色心，毋是咱本来心，毋是咱本来心哦，毋是咱原来的心哦。咱原来的心本来就是因安尼物件。一个囡仔是大人甲咱生出来了吼，来世间欢喜甲像面顶是金黄色安尼，甘的金黄色来出世。爸仔母安尼，穿落地底甲行甲红油。当一个外母，毋免超过6个月，开始呢就有这物件伫咧，足奇怪。除非是佛祖在世，
落来就安尼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迄种诶，迄下讲话啊，啊无啦，即马来囡仔拢戆戆，为什么戆戆？知影食，知影哭，知影困，但是开始咧有眠开始会是安尼会差。年久的孙咧80年性命，敢无咧讲命咧？咱无感觉咱人拢种硬病啊？啊，这些物件，即个拢是不行，这拢是叫做咧，啊是拢功德，大家拢是功德，拢嘛遮物件济啊。啊，伊种即个遮物件济，才家作为个经济啊。啊，这经济呢，来约起来时阵会去现行咧。你来约起来去现行咧，虽然讲咱修行是一个好人，修行是一个善，但是代表你的心中所恶的苦呢？咱来甲你讲一句话，无管你什么时阵，你要讲翕，这套拼出来吼，你拼出来时阵，你心中走出来。本来伫遐静静都无动啊，这也是看咱在什么时阵啊？伫被动那个心被动，谈不上心啊，袂当讲心。伫咱心被动之前拢无明常，但是当你心动的时阵，到底是妄心？真心这两项理念，当这物件心若做出来时，对一个秃头，是这个秃头还是这个秃头？这个出来，哦，这个是这个执行，真自念啊！这个出来叫做妄想心，妄想心就是咱人意识。咱意识，那么咱世间已经50年经验，已经贯穿伫遮，所以咱会讲我的看法，我的意见，我的思想。所以这物件完全咧。有带一种叫做无善的经济来源。当然，时间伊未起现产生这物件出来时，咱修行就做完。所以，因此修行当中就是要改变咱这当中的物件。所以，你一定要甲凡夫心甲暂时，毋通用我的角度咧看，用我的心咧来要求，用我的思想来咧做标准，安尼袂使。你一定要用我的理解。那么，你有我的正理解了。你有迄个正知见，有迄个知见啊，佛正知见，咱道天地，咱讲你个知呢？真正有迄个正知见啊，正知见，咱台湾真正真知啊，真知人不昧啊，不卖啊，真知人不昧。要到咱底下咧就尊重我。咱老夫子所讲的，老夫子讲上师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师闻道欲存欲稳，下师闻道哈哈大笑，不足以的。为啥讲安尼？因为我要讲笑啦，后面讲不笑，所以你今日感觉当初我起一种啊，或者蛮好的，其实跟咱地方蛮好的。我听到都讲好爱讲，用心领悟下，生死关头一刹那之间尔，听下你很难得，听袂入虽然，道理毋是大家听了有，啊毋是大家拢毋捌，但是你了解讲你的心是对，到底你进什么新的体验，你条条走出来。我即摆都一个心，我都做爱困，我昨暝做暗困，我昨暝做暗，我即摆讲这道理都出声，我昨头咧啊。话题啊，咱妄心出来，即个物件爱困，困啦，困就好啦，这也无比有法大。你困天后无咱出，较困食较困，困较济食较有。是我爱说你讲你哪，你讲咱人个念头上哦，你出来说说讲有人有种，是讲即个偏心咧。贪嗔痴爱酒色财气，我控告我蛮骄狂，这足大军团的，这军团的，这叫军团呐。这团吼，若袂说团的，要安怎？但我一个大都市吼，什么时阵讲出来要害你都毋知啦。你问讲我即摆是我是30年、50年道龄啊咧，一个人讲一个讲前功尽弃啊，前功尽弃，我破功咧，后边个遐演着，讲你破功咱的地位最好个。所以有时呢，一刹那间而有当时人讲5时先到啊，2时对啊，有当时差伫2分钟、3分钟久尔，看对袂？一条痛苦的，你也变成足痛苦的。凡夫心未死，就讲伊咱有这个念头，啊，这个念头要安怎做？
观念。其实转念是甲空间甲时间转变的意义。如果你今日看的是这边，哦，咱看，咱看这边啊，看啥？看一个阳面的拳头无？但是咱看这边已经袂去啊。咱看的这身，咱身体袂伫遮啦。啊，看这边，看这边袂这边。啊，看一支的袂一支，两支的两支，安几支无支，安跳，因为你知影无支。安顶的几支？安顶的几支？无半支嘛毋对，五支嘛毋对，一支嘛毋对。要讲几支？你心念若记上来成啥？所以，做这转念的物件是讲，甲这个视野、视野、角度。转变一下，甲这视野吼，用说一个出视野啊，角度。咱看的面完全无看完用啊，咱看一面，所以这一面完全用这面来做事啦。你今仔看一个面，是讲这个人面对啊，你看都无介水，啊，你都要看来拍的，你看边仔某某的，无你咧看黑板头是一条边。我哋看伊嘅事，我一边，但係你用即邊角度看起啊，會佫還看咧，較像西施咧，像楊貴妃咧。角度啦轉嘅時陣咧，咱嘅心念馬上轉過來，佇迄個無歡喜嘅當下，馬上變歡喜。唔相信咱早時起床吼，咱第一點攏想啥？咱起床嘛是起開啊，啊要好誒，是攏食飯洗面，啊大家講要創啊，要上班啊嘛，要趁錢嘛，要賺錢啊嘛。但你敢找心情，要找头一步找，你敢把调整一下。我今仔出来吼，没有足快乐。哦，我起来吼，今仔特别足快乐，我心情特足好，我今仔足好，好康的，我会得着足好的物件，我会保持个物件。咱有先开先调整这个水平。无啦，紧紧的，滴到啊，紧啊，要滴到，你1000块，这全勤啊，1000块全勤。你哪会知？我要调整家己，就知影1000块卖去。你话1000块心都以为，你哪会知？我要调整家己？来心肝，我今天会很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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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中你嘛了？哦，我来做快乐的哦，我来做快乐，我来做欢喜的哦，我大家做欢喜的哦。我来袂做欢喜就欢喜啊，我甲你讲说就欢喜。你的心一个转变，转念的嘛，马上咱的心就转变。分分钟你心情伫遐迄个期望，完全转成哎唔要今日做好康的，过年差不多嘛，赚1000啦。做生意的人啊，感觉讲，哎，拢无人。袂贵，啊，无啥，那个旁边啊，那个做到三四种的，虽然的，较饲咧，一寡饲咧，平常心、平常发、平常情、平常感觉，一切我的物件都做好，车都不要代志，你的物件就毋是我摆的。用平常心做，我今仔做好，我今仔就你做好，你讲啊，无人啊，今仔做歹啊，莫做伤了，是吧？等，莫做，心情都起差，其实转念问题尔。心灵角度无你转念过了呢，本来伫迄个足无好的气氛当下，马上会转到足上无的气。啊，我角度、囡仔角度、时代角度，大家幸福角度，大家拢调一下，安尼做好。心情啊调一下，咱的烦恼心就变信心嘛。烦恼心若死吼，咱的信心做讲袂了。哦，凡有心若死，咱的真心就会明显啦。啊，但是咱就是讲微生物的可以做研究，所以微生物就是因为告我讲，你凡有心未死，当然咱真心不显。咱敢会显得真物？你对逐工咧烦恼，啊，逐工咧痛苦，啊，逐工咧挂来，啊，逐工咧想袂开，放袂下，离不开啦，放不下啊，这种啦。啊，当然，咱的心念中，遐物件就逐工就遐物件，甲你恐怖，都甲你恐怖掉，你透袂出去。啊，想哪想会出来？逐工嘛咧不顺咱，逐工嘛咧无合我的意，逐工嘛无咧无合我心情。但心情好就讲好啦，毋是就摆来讲摆。啊，人的心，这个世界的心吼，烦恼心都袂物件咧，袂当做主咧。所以咱来讲，菩萨来讲说话讲，你若无达到罗汉以上，
你还不能相信你的心。你若无达到罗汉果以上的人，证罗汉果的人，你也袂使相信你的心的，不信你，不信如意，唔通太相信你的意，伊咧意言动听到无正，时好时歹，人咧欢喜时拢做好，啊人歹的时阵，往往你要啥物物件破了，好啦，煮一个较咸的，就咸到咧老咸到舌头，啊煮一个较歹就食咧，都无钱，你买自动压在遐。煮到这只歹食，安尼煮到呢，开始嫌东嫌西，自动就转草地。人的心会变啊，毋是都拢是不动的啦，毋是有成条如如不动啊，好歹伊拢对来讲无啥物尴尬啦。毋过咱的心态也不到迄个上，所以凡夫心嘛袂死，但真心不能显露，真心不能显露，咱的光明给它破掉。咱有一个本来因有本体，真有心的本体。佛祖甲咱讲的我有，毋是迄是个上师讲的，迄因佛祖讲的话，伊讲我属观自摩尼珠。我叫你法文念听听，无师全指摩尼珠，我属啊，这是一个上师。观自摩尼珠，菜价，一菜啦吼，菜价，多数，叶春皮。酱料、花嘞、姜末、地酱、安宁、猪鼻子。好，这部位啦，精炼是将精炼蒸燃吼，好像叫蒸燃。事实上，咱一个本来有一个真心的摩尼宝珠，伫咱内在宝藏无失去，咱掠去运作。听个大师来讲一句话，顺发财被功德，莫不有私心意识啦。咱人所谓得成无去，有讲会失去。咱人发财发宝会有啥偷去，莫不有私心意识，心意这三物件，甲咱偷去。这三，这是6、7、8，有些。70、80个，这三物件就是无顺发财的功德，咱的发财也无去功德的消费，拢为这三物件偷去做了的。但是呢，咱有一个真心的物件，有一个真心的物件，伫咱内在不总袂去用偷去的，咱拢毋知影通去过。所以当时较早伫遐去做这发这道路，传路伫遐要做达摩做水的时阵，因三太子三兄弟啊。达摩迄个发这道路做事嘞，天主好大地主的大兄，达摩做事的大兄，你看完全，你嘛这宝珠结大人钱有水无？大兄看咧，有水，真结大人钱，才有国讲做，这真正有价值本。第二兄佫看咧讲，这款这有水无？真正有水结大人钱，真正有遐万人所无物件。爱你，对哦，达摩都是看。你看，这宝珠有水无？这有水，这有水。我讲你嘛有，我想比这较好。
这物件只不过是时间到太无淡的无理。咱看迄物件是输，若我看外国物件输如粪土啦，世界在如粪土啦，如粪土啦。啊，所以你看人要成为祖师，伊会甲物件，甲伊外在物件完全拢总去除掉伊。但是魔术环境本来讲，我真摕只佛珠你看下无？有啊，摕只你逐落看啊。但是当时个物件会藏来说，我即摆摕只佛珠你有看下无？无私全职用宽记一个发明，宽记一个发明，我手上有只珠你有看下无？但是我唔捌要无摕物件到有，但拢伫咧有一个珠，迄是真正珠啦。唔知讲魔术宽记魔力珠，本来有只物件，但是世间人咧，只财只所讲啊，歹势啊，财者。菜食，就是讲要想要替人做济，菜食多数足济人在爱食物件，立春日拢禁止伫内面。因为你用外在物件，所以真正物件就是用外在去印你，所以这物件拢互这物件甲你印你，这物件拢抄你，咱袂使来抄你。啊，所以模拟出一类，啊，是哩，拢是啥菜食多数立春日啊。那么尽量花咧종伊好，甲这物件啊，拢是我配啊尔，也配啊互你尔，毋过世间人甲这物件当作是好啊，伊这是咱世间的约啦。咱世间人无这物件，无人成事啦。但是这个，咱讲黄金铺地，伫西方的物件，做土摆互你行啦。是讲地世界的黄金是土摆互你行的啦。咱这是派钱股，咱是过安尼，无人款啦。下土台金啊、船啊、啥物件，代表安尼弘扬者，代表别去快乐。但这世间人这免不了啦，吼，咱自家开始啦，这世界变成安尼做啦。不过是讲，这物件呢，将毋是咱内在所谓玻璃出，这是外在。啊，既然外在内在物件不能剥离外在，哪剥离得了？所以多数人拢伫遮，伫遮咧争到尾来，你死我，拢是遮设伫这顺序内面，拢自己有水离啊。这意思咧讲，咱伫外在所谓要求物件、追求物件，拢总互遮咱爬去啦，毋知影好开心倒转来啦。所以趁年2摆啦，趁年2摆，是只不过讲你会晓辛苦倒转来无较要紧。地价安然一个字，人觉醒个啦，开悟啦，伊当下心在心的内心的世界安然自在啦，无受遮个外在搁甲你紧。无是外在上甲咱卖关注成好物件，伊甲这物件看清楚楚啦。只不过讲，因咱这心无显出来，这真心无显出来，所以你用外在或者假本甲你印嘛。啊，所以一句话嘛会引导咱来讲，一个听耳朵听到，老师所看到，就可以讲出来，拢会去，即个会去考倒啦。咱就拢无啥物件考倒。句话啦，一项代志啦，啊，一个你看到一项物件，或你讲到的、感触到的，若讲袂成，若讲袂成，点补纸吼，补12点就去人啊，因为袂成摆，咱会去人袂去调，有诶毋中地，迄个心就拢走出来，啊走出来，就是咱真心不变，咱真心不变，就是咱讲这个物件，这要不应该做出，做咱目标先做出来做出啦。互心意识的物件，你甲咱做引导，咱也无袂，台湾也袂啊。来，咱讲较紧个吼，伊个时间的关系。有人过啊？讲后壁话，啊讲后壁，后壁到几来点是要甲你讲的啦，啊，是咱时间头人过，咱来讲生活路径。既然咱人结婚，啊，既然要结婚，就要路样行，无伫咱讲人来结婚。啊，仙佛菩萨要开什么路法行？天既然甲仙万民万本吼，世间人万物绝对袂叫无着叫了着啦。讲天生五大表用啦，先天下间的物件，天个绝对甲你请来用啦。
啊，既然咱伫遐来当中来到这世间，除了无参与啊，不论是讲来到世间，袂当做倒面啊，所以绝对会吹一条金线啦。啊，这条金线就看个人有心甲无心啊，看个人有想要成就甲无要成就啊。都是公开普遍的、平等的，但是呢，咱都讲新的因缘有平等无平等无，这看个人的感受，看个人的受持，看个人角色，看个人的赞成。安尼呢，咱来讲，你以后到最后当中是毋是会成，甲袂成？第一点，咱来讲，咱都有讲的把这把。咱法律可以，这买当做一个题目可以讲，咱有机会咱可以用题目可以讲。如何去把握这个因缘？人讲无事不说成啦，无事无讲成，若无事传，咱无道可行。那么要得这个道，要得这个道，一个名词上讲得道。其实是随心嘛，把咱的心的这因缘，把随心因缘，把咱这个因缘，其实历千古不传的一个物件，到现代的保传，咱这因缘都上紧。来去早古，来去早来无道求，晚来嘛无道可传，无定天门一关，世间都已经无去。无定时间到，无味到的时间到，人灭，气天灭，这地球千万天都困顿去。所以12万9千600年一摆的普传，你看，这因缘咱甲袂使互咱无失去。这毋修，要常常修；这毋得，要常常得。咁就食老，目睭无看的，以后无人坐啊，老人年纪敢有转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是讲修行趁少年啦，毋当等下目睭起味，哪讲啦？眼味合眼的时候，就已经了悟世间的一切。所以过去来到这，伫40岁以后，讲真是讲45岁，但是到再讲第30岁以前，你若无能甲世间完全了悟清楚，那你后边迄30年拢别换。第30个进程，若无能甲咱的智能当爱强，无咧即有教心会越咧愈悬，行道心会愈强的时阵，这30个当下，第30个以前无能甲道摸清楚啦。那么因咧后边过去就是咧过咧做干过日子啦嘛。毋过咱讲老实讲是过数十好十字无问，需要不足为而已。伊讲求心可畏啊，因未来才是不如今尔啦。40、50若无成就啦，那这人不达于定位，为虾米？不足得他敬畏的心情，一离本身就无成就。啊，40、50就体型衰嘛。40、50吼，多人600、40、8、77、49，7乘以7等于49，这是6亿。6乘以8等于64，这是人上的女上。这是气的问题，咱讲这可能他毋知影啦。这40、50若无成就吼，68、48、864啦，系哦，因这数字天文啊，别咧，嘛咧可能的啦，看你个左右。有咧3、5、10、3、7、20，安尼嘛咧算，加起来我按加起来15。其实数字拢咱唔可以讲，袂讲啦，啊。到底是3乘5，还是5乘3啊对？两个相拍。咱讲3乘5啊对，无啦，迄5乘3对啦。啊5、15啦，毋对咧，5、3、15咧，会相骂咩？两个相骂啊？感觉完完。所以其实感觉咱但是伫遐个见面先生，咱重点在你挂个，你哪呢变转袂过来？所以你这个因缘当下，咱来了解，
所以伫40、50无成就，需要不足为啊，就是讲一个人学到学到这课程，完全对内性的功夫啦，完全摸袂清楚，收袂出来。这个气，这个属阴啊，这阴是高，这种属阴的物件，这种属阴的物件，甲你扛，会甲你扛啊。因为人4识而不歇，5识而知天命，6识而理顺，7识将心不如己，将心不如己。少年伊无咱行，拢是路径。但是咱得到了，有当时咱感觉甲算几年啊？咱即摆经营好啊嘛，包括我甲阿妈拿，我咱差袂见少，到后面遐是我也袂到啦。咱这耳口无拢听千万里吗？目睭无拢看天龙看地狗吗？无啦，看目睭无一张草草咧，咱糊糊着在看目镜。咱的喙有拢演算妙方吗？咱的身躯会比较活动，迄条拢是不能化心吗？拢是千变万化吗？无法度，咱就袂行。要安怎？好好的把握这个道已经传互咱啦，传一对临终所谓点，这点理念，这点是啥个？这点就是传互咱这种的佛界妙地内面，咱人的菩提是啥？这个菩提是啥？这点叫菩提。我上理论上讲啦，咱的菩提得到的这个菩提本性，那么后壁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叫做观照。临终所念互你是咧开个菩提啊，然后咧看到起来了，就是讲你要好好的观照这个东西啊，毋是变成个开闭搁甲看起来，啊，搁倒一味，开闭搁看起来搁倒一味啊，搁摸袂出来，毋是啊意思。甲这个物件，甲你开，互你知影，你本来就是有迄个物件得到迄个当下，这因缘好好的用你的佛光去关照，真正关照到出来，那是根本写出来。所以，世人菩提智慧的本事就是啦，但用初心比较前不啦，或者智慧啊，菩提智慧啊，我早拢来讲过，就做还有历史，咱会晓用这物件，会晓用这物件，咱你真正有得到，要若无，咱是得个名词，所以得个物件得到了得到，这还不算得到呢，所以得到会当化，老夫子讲哦。虽然得到是无所谓为化众生，变为得到，为什么要为众生？咱爱把这得到因缘得到了呢，能够去化众生。那么化众生并不是叫化外在众生，唔係講我是化大人叫化眾生，意思是度外在是咧顯示內在。你若在若無這個心，你外在做袂出來。所以講度內在眾生，佛祖來講，你的國度中有欲界眾生，你的國土中啊，國土中啊。各方面对唔是国家的，各方面是咱的内心的各方中有欲间众生、作间众生的，你有足济众生心伫啊，你要安怎如何得到？唔得会中间在讲，这叫我改众生啊！欲胎生、欲卵生，就是化生；欲胎卵就是化生；欲有生就无生，欲无有生就无生。我该令之无疑涅槃，如是得到无所的众生。为什么来讲啊？因为这所有都是讲，咱本来这个叫物件是讲，咱本来自以为咱得到了，开始用这个得到因缘开始去生活，对内在开始做成关照，开始了悟咱的世间，了悟咱的心愿，了悟咱的菩提，然后来甲对内在证露出来，行出来就是开始演化出来，毋是我在后来嘛，再跳入来看掉，嘛好啊，啊你学到尾就继续过来。那本来就是应该这物件，不过咱这物件唔该去描述。所以因此，你这生活互咱，凡这道的生活，表明咱人一个生死的所在，表明咱有一个要脱离这个所在，表明咱有一个叫觉醒的所在。就是为啥表明咱知影尔啦？然后伊透过这个觉醒去做一个观照透视，了解一切法，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一切通达，你是毋是达到无碍啊？无碍。到哪里？大家无该存一个活菩萨，一个自在人，解脱人。你进来当存入水通流入大海当中啦，这个差方北岸阶段，这边了咧。佛来讲，决定这阵大山呢，无受阻碍呢，无受因素啦。这段大山就变通到大海。
咱若意思讲，咱的心地无碍，就看你这物件，出来。传是传你这物件，传你本坏物件去，并无传你另外什么地宝啦，无啦吼，什么地宝？三宝是什么东西？三宝，三宝是啥物件？嘛是一个菩提，它是是由我家己体了变出来。你要甲证菩提，证菩提；要证菩萨，证菩萨；要证佛祖，证佛祖。你把做众生，做众生。你要甲变比突生的比突生，嘛是由这点开始啊。所以，传这物件本坏互你，就是讲由这个因缘开始，咱要达到这当中来吧，然后开始呢，这件事。如果这个过程咱若你袂了，哦，千善不断，拢声情一句，过去到这要听这生前一句吼，声情啦。听一句话简单嘞，这句参袂头，你若家己听袂了，你白就是白，多数无讲袂久的，你会再心再魔。声情一句，千千不传，要传你这句声情是不得已的啊。为什么他心相应，根本相照？了悟这个心，当时主来佛祖传互这个倚尊者的时阵，无有这外间做，这旁边是不是就无上微妙法门？无有问题，到我袂传。传承无在啥物事，有讲啥物件无？你讲即句变怎讲？哦，道就是阿里，迄道就是阿里，阿里如此如此，道就是阿里个人讲的，讲到转离道啊。其实本来你了悟你自己，你得这一面就是要互你了悟。你有无？有，我们有。你有这物件无？有，而且了悟。伫自性去开发本体，自性去开发智慧，菩提自性会当开发咱两发这智慧啊。由智慧甲透视一切烦恼，了解一切烦恼，无情无变，无过无情，无情无点，无来去，无阻碍，心中会当坦然自在，面对一切烦恼当中，你心会当无碍无，你按一切智慧就会了。啊，你到这过程，你因缘咱已经代表定义是因缘，学到来慢慢来进入这高调啊，高潮。是袂太酷，我就天公了，我就大叫啦，天公了就菜，天公了我大叫啦，我就是别管了，咱对照这物件，迄是我的这个菩萨心，若无迄个物件，无咱做咱心体就袂出来。透过这道因缘，你了悟自己了，慢慢的，甲配合咱菩提较实。啊，力量，不舍众生，不求众生。卖下众生，了不出众生啊！好，众生拢民主啊，嘛有众生民主咧骗你啊！众生嘛是一个念头而已，所以众生是众念众生啦，众念重生啦，是一个名词啦。但是要使用这个过程里面，咱也袂使写咱的念，嘛袂使出这个念，袂使写众生，嘛袂使出众生。意思啥物呢？空有理想，拢不进。意思讲，我今仔度众生，我度化众生，袂使无做。但是我嘛无讲，我今一定度众生有争取一个功德上转来，有度众生转来啦。如果是你若讲我度众生度足济，我众生我度的，我是大主，我是讲师，我是啥人，这拢是我做，我度出来。难点法难法，咱有众生相。所以，伫空有的物件这个念当中，咱袂使写这个念，咱嘛袂使写出这个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念头当下就是出现，念头当下，念头当下，
念头当下。句话有问题无？念头当下是不是？因为念头当下是看你的觉性是啥物？哎，讲我们念头当下是不是觉性、觉性？咱再来讲复现。那么你念头当下如果是啥来复现？你念头即摆是汤还是复现？念头当下是伫个觉性的底下边下，咱才会使讲是复现。啊，所以讲，今仔日咱的念头当下，你所出来的物件是啥物？咱再来讲这个。你念头当下出来啥足头是啥物？咱唔免求，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地法空无常。咱我们不求真，也不要断法，唔免求我求啥，我唔要写啥，我心若无处无常，我要写啥？我蛮难过的。今仔学校我无伫天堂，无伫地狱，我心会怎错在？我无天堂心，无地狱心，请问我的心底是怎错在？应该摆对。所以我天堂不知地狱不了，那么来我是唔自在。伊是当下你心里西方世界啦，西方毋是另外一个，我起一间厝，迄个西方，起一边叫做东方，这起一个所在叫东方，毋是安尼起啦，你安尼，一个名词，西方叫做无量光、无量寿、光明世界，填满的啦，万个庄严是讲类型的世界有这物件，但是咱大家做出来、甲修出来了，这个物件咱的念头嘛是一个觉性，咱觉性是咱千百万个发现一个念头，所以咱的图画众生是有成做出来。触摸语言，该是不尽了用。咱的内心所变化拢是菩萨性，不过实在是也百体无唔对，如果你内心已经像一百体就改，所以咱该是属于嘛，什么改你嘛当听，什么改你嘛当听。我谈讲人间啊，菩萨之所以天上天啊，人间相有，毕竟讲会当伫地间，你看咱这个地中国佛，地间不空，邪不邪不，伊嘛是地间道众生，咱来记哩啊。啊，人间嘛，像即摆伊过来是菩萨嘛来啊，天上嘛有伊啊菩萨，所以比天空啊，无内底无菩萨啊，拢遮侪，所以伊甲遮物件完全你啊，咱即两项拢都无即个时，咱咧度化众生自在，心中个欢喜心够走出来，你厝诶就感觉讲袂感染着世间法，无遮个法甲咱引领条，啊难要出发较紧。做到尾啊，人讲来啥？所以讲朋友伊就物件啥？讲互你好，你也袂感觉欢喜；讲你歹时，你心嘛袂感觉讲不平衡。甲你赞的时，你也袂感觉；甲你批评的时，你也袂感觉喏。好的时阵得啊，你失啊，安尼一切因缘自在同你。时阵若手干看会开吼，谁讲无食面甲你绑啊？谁讲无食面甲你绑？你要起皮拢错开，唔多是真啊。若翁仔某要出来时阵，翁出来某甜，某出来翁甜。囝出来是人讲，是人出来囝妹，这拢是一般的问题啊，拢是家己心境上、家己念头上看袂清楚啦，所以伫咧念头中咱看袂清。念头对挂来挂去，念头对讲讲对，你哪说会出来？每一工做面的时候，也遥望非常，那是觉性不错，啊，那时间吼，袂知影，我记得吼，啊听落就好啦，啊甲听讲就好啦吼。咱来管理自用，咱离为所谓自由念啊。我在家是要他有，他要他离开啊。在家能修，但阮唔有觉性；在流时不能修，但阮有作业。那贪念不断啊。但是修行人的心，但是真正是有要修入去来，要甲觉性去行入去哦，如打茶。咱的心存打茶，只有人的心存打茶，当撇一切火，来撇火啊！啥物叫做火？啥叫做火？咱的这种火若无撇，打茶伫我的人就伫起火度，用心无火大，起心动念。所以得欲得苦。消忧无私的自在，得欲
生死疲劳。所以世间的人，因为无有解脱，要成为这个佛的路径，这个过程内面，咱的欲念太济，妄昧太济，所以人若不中这三无世界，咱袂来生三无世界啦。欲若不中，爱若不中，咱袂来三无世界投胎啦。就是咱因为一念不正，一个念头完全看袂开，这个欲，甲咱牵着。所以做伫42种经内底，咱就问第24种是几种咧？咱就甲变成咧吼，有够粗的。伊讲这人啊吼，讲人，这42种经啊，42章经，人色。色疑、车主、下配、下所在啊，是你落啊，落啊呢，有善识之意。车主呢，有远离之业，前来利欲起淡薄离啊。个人实在，当然这是伊咧讲出个重点啦，咱这是在家种啦。但是咧，是有车主上了远离啦，不着放贷啦，这等下我甲继续往前讲一点慢慢。伊讲人适宜车主下体是落到有善识之意，车主无远离之念啊，真爱意欲起达不简单的理解嘛。咱人拢是少学的。是讲无母仔囝、爸仔囝、阿仔囝，车主恩爱过头。我咧在讲大家是毋是阿妈拜拜哈？无这毋是这意思讲，意思讲咱诶大家拢是互咱诶员工诶即个情欲、下体、所以厝体啦、贪钱啦、财产啦，爸仔囝、母仔囝、啥物囝，这真爱牵挂太深诶，这真重啊，难挂下，难出来啦。所以你内底修的时阵，就搁顾念好时段安怎，囡仔安怎，爸母安怎，所以你要行，足歹行啦。你会感觉讲，我都某人一重年啊，我都行袂出。啊，都某人我这餐厅厝内伫遮，我都放袂落。所以讲人适宜，你有这适宜，我是白条咧，白日车主下体，比落角较忝，关落角忝。这种关落角呢，这是有用落角啊，讲有一个加锁啦，加锁啦。但是落角呢有善识之意，落角来看10年、20年出来无代志呢，咱会有开的时阵啊，有放出来的时阵啊。毋过呢，咱的车主无远离之念，真来叫咱讲某人，你即摆会当去开荒报道啦，会使处理啊，咱敢要处理？人我几我唔够啦，我惊足油咧，啊，即要做通袂，我多咧，大家都挂念，包括我都挂念啦。啊，经济困难的，啊，着伊厝的大细间的问题一个，啊，着啥话一个，安尼呢，到尾拢无的。所以车主无远离，就是咱无能甲遐物件完全看较重。咱伊看愈重愈深，人的心欲愈重。所以讲，这情爱意欲起淡薄，简单就来离开吗？无让它拍开吗？哦，随上修炼吼。毋是讲阿某讲来念条条，是念字啊。就像大家当做是朋友啦，当做是道亲阿某互相看待啦。
随处居家啊，不着伤害啦。是有车主相落远离啦，是有上益啊，以发威力啊，是有保持以上好庄严。会使讲处处在在，其实拢是咱咧发的这样多用的。不过是讲，因为啥物物件当，互你较深。所以咱若讲伫即个当中，要真正要远离即个作用，得当出现负到负中，如牛负重，出现负排重安尼啦。啊，排重过了，深入即个污泥，深入泥中啦，如牛负重啦，什么人吼？遐像如牛啦，负重啦。用深泥中，深泥，皮筋，不敢做因，故事。春，风可所食，三东关的恋爱，是你物理。哦，伊讲如咱像人啊，像如牛咧排重咧行啦。啊，像人真正是个囝仔老重咧，排啥了？排着咱个祖先咧，过去种经验咧，道人嘛是排过往地方咧，佮排咱个经验咧。你有感觉讲阮人食老拢行愈安久无？迄是医疗的问题啦。有感觉经较老愈来愈重无？袂轻松无？咱压力愈大无？功力愈够，业要甲紧，咱无能行啊。你感觉讲你心情愈来愈杂愈压，愈感觉讲愈袂自在，这种对人来啊。春如牛负重，行深泥足，落伫咧路坡内底，迄狗仔牛啊，车狗拢是大狗，啊拖来活拢条条的。要安怎皮筋拼死命咧拖，伊足疲劳，足皮力足硬劲咧做啦。伊毋敢咧左右顾时，无心通讲我拖袂起来，我草红色无硬势在拖，叫草红色无硬在拖，都无安尼。真硬咧拼，就是讲皮筋硬咧做，硬咧拼，硬咧拖，毋敢左右咧顾时，黑白啦，心肝拍来拍去，毋敢顾时啦，毋敢过来头。收来啊，安尼看就成功啦。出泥中风可所食，哦，出污泥啦，风可所食啦，出泥中也可以。出污泥，风可所食，风可所食啦。是讲，等到你有法度把这物件完全脱离时阵出来时，你当休困，也无一口气当中，拢无互你所食的时间，所以拢要休困啊。所以我讲三问，讲这修清净的人，要修清净的人啊，东关净欲是为污泥。啊，东关净欲比咧看咧伫咧污泥内中搁较重。我时间的关系咧，咱莫讲个，而家叫你结论一下，伊要讲的吼，好的时间会甲你看着，啊，要讲的，就你先讲啦，讲不尽说完啊。不过是互我的看什么成绩啦，讲看经典也好啦吼，还是感觉讲咱着对个人咱所领悟的啦，什么成绩个个谈不上讲道理，不过是互我一个有见有行。啊，我真正来做一个报告，互咱大家遮个无山的会当了解，啊，大家互相勉励体会。如果这内底内容若不一个所在讲了毋对，还是感觉讲咱有甲你讲了较超过，甲你实着，嘛是爱甲我纠结一下啦，因为毕竟我有心的啦。道理上咧讲，是讲占理无对人啊。我所以因咱在座诸位，大家拢结果梦中，结果啦，足重啦，哦，足悬啦。
所以讲呢，会当讲大家拢真有决心，修行啊，真正都非常成功，啊，大家拢对着无做认真做拍拼，决心嘛真悬。哦，啊，这是无我讲啊，遮咧官方头前答话，我这是道理啦。因为毕竟听这啦，啊，不过是做的是个人啦，吼，都是尽量啦。啊，这个结论呢，我有念的，就去做做啊，来写吼。啊，这结论呢是，若要解释啊，差不多120分啦。啊，不过真好啦。哦，啊，当然这款伫在家方面吼，会当作为一个标杆，咱介绍一个经验，叫做规模经菩萨。哦，规模经意思。这部经后面吼，咱直接讲讲伊迄在家菩萨，在家修行菩萨的，大多数唔敢去请其他方面，去问这边啦。文殊菩萨、心菩萨、心菩萨，拢听干，啊，咱对啦，拢爱个回捧。会来每是安尼，他会经修法的修大修安尼，都唔爱亲近的。伫方丈室内底，我就讲呢，书面同戒指、甲是戒指做书面啊，一个纸内底咱做书面使遮尔多，一个方丈室一当年会当千几百万的这个天上菩萨伫内底，几重要的，你看伊讲了偌大，都是拢伫。咱伊在家修，伊讲书话，我虽为北在家的医师啦。毋过呢，我奉持3门的清净环境啊，清净就听得到意思。所以清净就讲伊勤修、勤摄贪嗔痴，哦，摄念贪嗔痴，勤行戒定慧。因为要修行戒人，一定爱把贪嗔痴戒掉，啊戒这个戒定慧一定爱显露出来。所以伊勤修这方面，会当达到这个啦。啊，虽讲我虽有观想，我虽然有结婚生囝，但是呢，我袂做三界。所以中三界我袂当会说三界道险啊。我虽有妻子呢，但我上乐远离啦。哦，我现有观想啦，我现有观想，但我上乐远离。我袂感觉讲，无我的观想会所加权，你是人家搞边条所我毋知影会去修呢？咱就是做出离心无？如果我现有观想，但上乐远离。虽然讲衫毋是穿足好，我虽保持讲啊，咧穿啥物服装啊，穿啥物啊，讲伊甲平常人同款，但是伊用的上好庄严的是家己，用的庄严较收嘿，这衫啊，这衫会破，咱这理解啦，就袂老安尼啦。伊要用迄上好庄严家己内心的世界，庄严的比啊，保持个衫更较好。啊，虽然讲我有饮食，有咧食饭，有咧啉茶咧创啥，但是袂甲遐物件执着讲伊一定用遐个味，伊啥甲这。禅的禅的味，禅悦啦，禅法的味当作是因是对我的味，叫做就来讲油道不油便啊，袂油遐。迄是到遮到呢，咱真反正无钱袂法度啦，无办法啦吼。而且呢，伊讲大如果来行到来如玉字福家喜事，行到外交所在啦，优劣所在啦，哪个所在呢？则以度人，伊就去度啦。伊家咱所在拢会当入去啊，拢会当去度人好活。但是呢，受诸异道诽谤，无共当道的，讲啊，就你管道的，啊，你别教的，啊，就说你管道安怎，你宗教不教安怎，啊，你安怎，你这信咧安怎的安尼？受诸异道，不非正信，不非正信啊！这个要写得。不管伊安怎造成安怎环境安怎活，伊就是袂甲伊所正信的这念头完全对了。所以咱人若要正信就迷信啦。但是虽然我学堂是叫做迷信，咱迷而不信，但是袂使迷而不信。咱袂使迷而不信，袂使讲迷拢无信的，袂使讲啊个迷信，啊说迷而不信啊，袂使。所以咱爱甲这正信的念头完全发出来。所以伊受诸异道，安怎讲？伫管到的当下，咱目前咧修在家呢，大家拢方便拢知啦，而咱政府嘛知，社会嘛知影，对咱大家做肯定啦。但是呢，要更较好，也是要伫内心的世界完全的修出来，甲方向无出去，做好有够。那感觉讲唔去管到是，你有管到好诶，咱就用钱管。